佢係 Elon Musk？佢唔係 Elon Musk？有聲有話都唔一定真。其實佢係網上 AI Elon Musk， 係警方利用人工智能深偽技術示範嘅換面效果。深偽技術係指利用人工智能嘅方法生成虛假嘅影像、影片或者聲音。呢種技術可以模擬真人嘅面部表情同埋聲音，合成出佢哋從未講過嘅話或者做過嘅動作，讓一般人好難去分辨真偽，從而會被騙徒利用作為行騙嘅工具。深偽技術日漸成熟，騙徒手法層出不窮，有假情人藉發展網戀設投資騙局，又有假扮公司高層指令員工匯出巨款，甚至偽裝成政要、名人或者明星招搖撞騙。除咗騙財，不法分子仲可能會應用深偽技術進行散播謠言或者惡意中傷等犯罪活動。喺視像對話嘅時候，如果懷疑對方用咗深偽技術，可以叫佢喺鏡頭前面做出特定嘅動作，例如用手指環過面部，並且留意佢喺熒幕上面嘅影像有冇變異。另外，如果接到同親友聲音相似嘅電話或者視頻，但係對對方身份抱有懷疑，可以嘗試從對話嘅內容去測試真偽。而最重要嘅係，當親友喺視頻或者錄音之中提出匯款嘅要求，就要提高警惕啦。並且用唔同嘅渠道，例如致電或者親身核實，咁樣就可以大大減低受騙嘅風險㗎啦。